开场，一下是发言算了。这个题服，这个题服现在不适应，这种好点。穿的新的样式啊！
太多了。你给我拿胶圈吗？你给我拿那胶圈。知道，他要找，一直在找。没多来的比较早，今天、昨天他说来，那个玲玲说要上班不来，那个说来，我也不来了，昨天真的没来。那个说你们穿好了，这个说要来，后来没来。这主持人他本来就专业就是主持人。他去取证呢？画面上全是吃的啊。
铁粉，真的，我们来了，他草原新的演出。海南鸡，海南那个味道吃不惯，就酸甜的那种。我每次出门都全是川菜，像我在重庆的到四川的，那川味嘛。要么就吃，没有吃了就吃肯德基、麦当劳，这个最好，所以也不拉肚子。这小罗也来喽。用真的漂亮了，它互动了20分钟，3个筷子，走马车，然后八龙鹅、龙胗加上战地，都是米奇，海拉也是米奇，野鸭也是米奇，木鸭也是米奇，还有那个雀珍也是米奇，这个拉错，拉错也是米奇，太多了，比米奇的好多啊，一大堆。拉不完都调热了，调热起来了。
罕见国际有种劳动创新个体，对这个小朋友跳的大模至少姿势还可以。家兄大爷不对，演出干的。小罗，你看跳的好不好听？看小罗就可以看出来，小罗是最专业的，跳的是最标准的。阿布可能今天要来，就该出发了嘛。然后17应该不会来了，他在西面桥那边儿，但有可能会过来看一下，跳他是不会跳的。他也不是这个，他过来这边很少。
这个走的比较快，这一区，这个群是应该是这个包区。